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件，今仔日是头一届提审在案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德，也佮有台北市政府市长潘金星，要来理清因两个人呢，甲这个维京集团的新庆经典人，敢是有金钱来往甲对价关系。另外，针对着这杨这类变动，郭文德敢是拢唔知，或者是敢有违法的指示，这部分也着爱确认。不过，检调伫咧调查这维京集团金流的时阵，发现到一本小铺内面有讲到前台北市长黄大洲。不过，伊太太表示讲，绝对无摕一寡乱七八糟的钱。由法警介护行到警备车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行伫队伍上后壁，预防羁押第六天初十下昼，互检方头一摆提审到庭。律师今天有什么对策吗？三名律师先后行伫北检，拢无加做回应，只伫前一天转达郭文德声明，请检察官伫受案2个月内尽一切调查义务，也会尽力配合。另外，检方侦办专案，除了要厘清郭文德甲维京集团主席新庆经之间，敢是有翻译联络，敢有金流来往，甚至对价关系，搁较要调查市场家长到底是啥物人地。早一步伫早起，互北检提审的，也有前北市副市长潘金星，毕竟为逼出变迁到家长，甲两个人拢有牵连。警方社会用制度变动，客观上敢是合法，关问题敢是有受气，主观上敢是知影，也是有违法指示。专案疑点真侪，潘金星敢是转做污点证钱，互检方做出突破口，也引起关注。有没有可能转污点证？你们有这个打算吗？现在都不方便透露了。金华社案继续烧，今年警察也无停，查查去约谈。相反，金华社案的北市府公务员已经进新闻告案，连续这2天，更加是密集提审，先庆经潘金星、郭文德继续比对供词，找出更加侪事证，厘清案件真相。除了检方有所行动，新庆经律师也到北所入境。不过专案更加逼出维京集团方发现的小破画，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伫名单来。不能这样欧北共啊，那怎么这样子呢？信口开河乱讲话呢？我们从来不收人家红包的人呢，是人家有送，我们都跟他拒绝了。黄大洲的家后对此严正否认，强调唔捌收过乱七八糟的钱，就算有人送过，也全部回绝。不过，无论安怎，检方全力侦查，要互规个案件愈来愈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